旧家己果菜鱼市场因为落尾刷起家己交流道下骹的家己饲农渔产物流中心了后，有留下一片2.7公顷的空地啊。因为这个土地边啊，就是家己的车库园区、博物馆、文化中心等等。民众也希望讲，这块土地会当合法利用，唔通坑咧远。空地顶面拢是铁路高架化工程的物件，另外一边的办公室嘛早就无咧使用。主管单位阿里山林体文书处表示，旧果菜鱼市场的地透过阿里山林业村的促产案，会当有活发的机会。阿里山林业村目前规划以推广林业文化为目标，提供民间业者投资，希望持续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也能透过与嘉义制裁所旧有历史建物结合，提供游客更完善的林业文化体验。这个旧果菜鱼市场边仔有文化中心、家己制裁所、林体车库园区等文化建设，当地里面是真支持会当活发这个所在。不过嘛，希望相关单位规划时会当考虑交通停车的问题。拜六时啊，礼拜时啊，好，迄是停甲实在是讲啊，迄都咱做里长的是无奈啊，因为今日也有法度搁把这块地活化，啊，把这停车场好好啊规划起来，应该对咱家己真大的观光会带来非常的帮助安尼。里长表示，未来这片土地活发以后，会当甲附近的文化建设拢串联起来，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加强甲地方里内的合作，做伙来提升家己市内的文化观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